來看啊 ，Grab 外送平台呢是要甲Foodpanda台灣的業務甲買落來，也毋過即馬外送工會所要求公平會毋通甲批准，因為這 Uber 呢已經是 Grab 的大股東啊，若陣 Grab 閣甲這 Foodpanda 甲接落來，安尼就有可能會變做是高門獨起。啊，那公平會是回應講，上緊佇30天內就會做出決定。公平會進前已經正式受理 Grab 收購Foodpanda台灣的業務，這件收購案關係到店家、外送員甲消費者的權益。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甲立委開記者會呼籲公平會唔通批准併購案。公平會可能開後門，讓它有這個附帶條件合併的情況下，讓企業更加可以去做壟斷的動作。那最後危害的還是外送員、消費者以及商家。那我們選擇的權利更少。立委煩惱 Uber 進前宣布和Foodpanda母公司達成收購的協議，大家注意的是 ，Uber 是 Grab 的主要股東，恐驚已經掌握到實際的控制力。若是 Grab 確定收購Foodpanda台灣的業務，安尼根本就是前手接錢後手空。最後受害的恐驚會是消費者、店家甲第一線的外送員。國內的駐安專家提醒 ，Grab 捌佇部分東南亞的市場甲華為建立技術合作。未來台灣版本的 App 是不是會當排除華為相關的技術元件，嘛牽涉到國安的風險。Grab 呈現的文件裡面，在這種相關的就是資料治理啊，然後還有監督的機制還沒有很充分的建立的時候，覺得應該先 pending 下來，至少要把這些資訊全部都要公開，然後讓我們大家審核之後，覺得比較沒有治安的疑慮之後，才考慮。公平交易法是一個鼓勵市場競爭的法律，那我們最主要關切點是說，它是不是有阻礙的市場的競爭？這一點我們公平會納入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。針對外送產業提出的實際獨佔，也是假設的競爭利率。公平會表示，在審查時，攏會考慮實際影響力。預計上近30天內就會決定 Grab 收購Foodpanda台灣的業務是核准，也是延長審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